蛀牙係咪一定會牙齒痛？辟謠，蛀牙咧唔一定會令到牙齒痛嘅。我哋牙齒蛀牙咧，佢有分幾個級數嘅，有淺、中、深。一級咧就比較淺啲嘅，第二級咧就中性嘅，即係牙齒爛得比較唔係好深啦，未到神經線啦。第三級咧就比較嚴重嘅，就已經爛到神經線啦。當我哋牙齒發現咗有輕微蛀牙，或者已經爛到比較深，但係到又未到神經線嗰時候咧，呢個時候牙齒係唔會痛嘅，最多就係飲凍水、熱水有少少赤赤地、冤冤地嘅感覺。但係當溫度升翻啦，佢又恢復翻正常。咩情況會導致牙齒痛呢？係呢牙齒已經蛀到我哋牙齒入邊嘅神經線個地方，嗰個神經線已經受細菌感染，引導佢生成咗炎症，所以咧嗰時牙齒就會痛。所以建議大家每6個月至12個月時間咧，一定要到牙科檢查牙齒，發現有淺層嘅、中層嘅蛀牙咧，及時補，咁樣咧牙齒就唔會痛啦。